位平安。首先，我代表北威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欢迎咱所有来到伫阮即个教会的贵宾，恁的莅临，互今仔日即场音乐会增加真侪光彩，而且甲咱说一个多谢。咱即届的音乐会因为是用台语，所以容阮我伫即个所在用台语来记欢迎词。如果你要听的是华语，我们在我们的程序单有华语的这个稿。如果你要看英文，我们也有英文稿。这个英文稿是 ChatGPT 最新的 AI 的节奏。所以即马容阮我用台语伫即个所在，甲咱递欢迎词。艺术哲学家尼采捌讲一句话：若无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对着有音乐天分的人来讲，这句话听了真爽；总是对着无音乐天分的我，这句话听起来真沉重。我会想讲，安尼我的人生敢真正是错误？好佳哉！当我少年的时阵，开始来接触教会，每一届到伫教会时阵，就有机会来唱歌。互我原本袂唱歌的人，落尾煞卖唱歌。随望有的时阵，我唱歌唱了无好听，搁较侪时阵是唱了走调。不过悠然会感受到唱歌是种灵魂的享受。当然，咱家己无唱，咱听去别人唱，嘛是种心灵的享受。出名的宗教解决家马丁路德安尼讲：音乐是上帝所赏赐予人介好的礼物中间的一个。伊的地位，敢若输伫神学。我本身是读神学的，所以听即句话嘛真爽，感觉哦，即句话我真认同。不过，咱在座真侪音乐家、大音乐家、小音乐家，可能无拄拄认同即句话，而且可能咱会认为音乐才是天地中间介美好的一个礼物。关于即点，我袂甲你争论，总是我有希望。咱会通同齐坐落来，同齐来享受音乐，分享音乐。今仔日，咱就提供这款好的机会，真欢喜咱大家来参加阮北威州长老教会今仔所举办欢喜和乐，大家来唱歌。这是阮教会第一届办的音乐会，总是第一届用台语的诗歌正做主题的音乐会。除了阮教会的圣歌队这群以外，阮还阁有恩典古筝班，还阁有小小沙漠班，还阁有阮最近也有一个叫做 Gospel Youth Band。阮也欢迎这个华府圣咏团、大华府台湾合唱团，还阁有华府台湾狮子室内乐团同齐来演出。阮真感谢恁友情的赞助。甲阮同齐伫遮来共襄盛举。音乐会通来见证信仰，音乐嘛会通表达咱的感情。兼且咱无拄拄共款的信仰，总是我相信咱在座，咱拢有一个共同的感情，疼惜咱的乡土台湾。咱用音乐来表达咱对着台语的水，表达咱对台湾的疼。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。无论你是毋是音乐家，今仔来到伫即个所在，代表你对音乐有某一种的兴趣。音乐是种介水的声，无论你是伴奏者，也是演唱者，也是干那咧欣赏的，拢会通伫即个水的声音中间来得到感动。音乐毋也是干那是人的表演，伊嘛通对上帝来表演。当音乐来对上帝表演的时阵，伊就真做一个祈祷。这是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神学家所讲的：唱歌吟诗是上等的祈祷。诗的内容本身就是第一等的祈祷。你会通用介好的声音，用介水的旋律来唱出诗的内容，这是第二等的祈祷。今仔日，咱伫这个所在，无论是吟唱，无论是弹奏，也是来欣赏这个音乐，
咱嘛是对咱的心灵要向上帝祈祷，为着咱所孝念、为着咱所疼惜的台湾祈祷。我真心感谢议会长老伊来规划即届的音乐会。我感谢阮的教会所有同工伫即个所在参与，我也感谢所有演出的单位，也特别感谢欢迎咱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所有贵宾。愿今仔日咱伫音乐中间来相拄，愿今仔日咱的心灵伫音乐中间甲上帝相拄。多谢恁大家的莅临，多谢。咱同齐来做一个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将音乐赏赐伫即个世间，互人会当通过音乐来表达伊内心介深的感情。阮也感谢你，互阮有即款的福分，会通用音乐来表达阮对着你的尊敬，对着你的疼，对着你的敬畏，也对着你的爱慕。愿今仔日你互阮伫音乐中间会通甲你相拄。上帝啊，所有音乐拢有你奇妙的神在运作。愿你赏赐你今仔日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听到诗歌的时阵，互阮听到声音的时阵，主，阮的心也感受到你的神在引动阮，也互阮伫音乐中间，阮孝念阮的故乡，阮疼惜阮的故乡台湾，求你的恩典，求你的祝福，临到阮所疼的台湾。安尼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头一首是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这首诗吼是记载伫圣经内底的诗篇第23篇吼。这是以色列王大卫王吼，以色列王大卫王伊所写的。伊吼细汉的时阵是伫因老爸遐咧，家己饲羊仔，带羊群去水边食水、食草安尼，所以伊对羊仔的需要足清楚，对牧者足清楚，伊的羊仔和牧者的关系伊愈较清楚。后来伊大汉了后，互上帝拣选做以色列的王。伊一生吼无甲快活，真坎坷，是安怎？伊足侪对敌人对敌啦，常常要甲伊刣，伊就逃走，就走，所以伊就安尼走安尼，真辛苦的一生。但是呢，每届拢有惊无险，所以伊后来家己体会到，就是因为伊有上帝，牵调着上帝，亲像伊早是伊的羊仔牵调着伊即个牧者共款安尼。所以，上帝会当甲引带，甲保守、保护、供应，所以伊足安尼足感动安尼，所以写一首诗吼。这首诗呢，有真侪作曲家写真侪诗，拢真好听。但是我今仔日要唱即首呢，是英国一个作曲家叫做 Henry Smart 伊写的。伊的歌词吼，真柔和，真水安尼。这首诗希望大家会当对遮来欣赏，讲咱人若是甲上帝来当作咱私人的牧者，安尼咱就有上帝来照顾咱，牵咱的手，行头前的路，无论是边塔的路途，也是死亡的山谷，上帝拢甲咱相同行。相信将来咱有平安对伫咱一生一世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头一首。第二首要唱的是主甲我同行。这首的旋律吼，相信大家拢足熟啦吼，迄点唱出来大家就知。相信大家伫台湾熟也是中下拢捌唱过。这首诗是作曲者用 Londonderry 小调写出来的迄个爱尔兰的民谣，大家拢真爱唱。400年后，伊写是1600年迄阵，400年就是差不多1913年。一个英国的作曲家感觉即首吼真咧哀怨，真水安尼，所以就甲写词是表现疼甲死亡的即种伤心足水的安尼。所以有时咱的个别上有人来甲用即首来唱，但是阮今仔要唱的吼是毋命，敢若表示讲死亡的伤心。阮即首诗是郑金明牧师吼，伊所翻译编的词吼，郑锦荣牧师吼写。内底呢，伊毋是敢若死亡，毋是敢若有惊吓，伊写有上帝，有咱基督的信仰，伊的信仰就照咱的光，带咱头前的路。所以，若人讲哎呀，惊死亡惊吓，咱毋知影讲，咱人生拢过遮尔痛苦，遮尔济艰难，遮尔济袂得意的代志，总是咱毋通敢若想讲哇。咱明仔载要安怎才好？咱明仔载当然无人知影明仔载安怎。像即摆以色列甲哈马斯咧相拍，咱嘛毋知是毋是明仔载要世界大战？心足有准。咱就毋知讲咱将来要去倒位，所以郑金明牧师甲咱听讲，咱有上帝的信仰，咱有盼望，咱有将来有盼望，将来。上帝会带咱行头前的路，平安进入天顶上帝的家城，请大家来欣赏，谢谢。
Yeah.
在你生命中，你遇到所有喜乐的时刻，你都希望说给他听，要和他分享。在你感到无助或失望的时候，他也愿意与你同担这样的心情。在你有难处、有委屈又无人可诉说的时候，他会耐心聆听你一切的唠叨和不满，而他安慰的话语都带着能力，就像一束光打进你心里的黑暗，并且陪伴着你走过所有的风雨。有一种朋友，他不在生活里，可是他却在生命里。有一种陪伴，他不在身边，但是他却在心里。我有这样一位与我无所不谈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你认识他吗？在这个动荡不安、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里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平安和喜乐。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100%的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在一切的事上，耶稣都会与我同行。亲爱的朋友，
我邀请你来认识他，你愿意让他成为你一生知心的好朋友吗？我是苏金满，我是圣歌队的一员。本来我对唱歌是非常没有信心，因此有一点排斥。当我参加了这个圣歌队之后呢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本来不会唱的一些技巧，由于老师这样的教导，
我就好像有一点开了窍。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圣歌队里面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、所有的兄姐，大家彼此都非常真诚的相待，然后也用一颗很敬主、爱主的心来彼此来学习献唱这个诗歌，来赞美神。所以每当我们结束之后，就觉得有点惆怅，我们要走了。然后每当周六快要到的时候，就有一点期待，就觉得好开心哦，明天又要去唱歌了。这样，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我李文礼哈，我的高中老师、音乐老师的名叫张维宁，伊和我的音乐分数是37分，所以阮迄阵开始，我就闭口，绝对不会唱歌。今日是这边变成这边的艺人。我头一遍听到诗歌是1983年，从那个开始以后，我就对诗歌，我感觉对我真影响真大。尤其是去年，我过身的太太，我陪伴伊2年，在迄个皮肤的堕落的时阵，这诗歌互我真大的安慰，尤其对阮太太，伊真平安，就是因为这天父的歌，天父的疼痛，互因安尼一路行来，去天堂，安尼。所以希望，我感觉这诗歌写对咱真大的安慰。咱有当时啊，其实那诗歌是一种祈祷的方式，刚牧师拄仔讲的，咱就是讲一种抱着一种向天仰望、祈求、渴慕，想要支取从上头来的帮助，依靠领受恩典，也是一种能量来源的方法。所以，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多多体会这个诗歌。尤其我开始唱这台语歌，台语诗歌，才感觉台语的虽然水，迄个典雅优雅真实无话讲。咱就慢慢来欣赏这台语诗歌的影响。歹势，你知影我台北腔啦，这台北。台湾话才讲我老，也不能转。
我进入上帝。
今仔日实在是真感谢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唱，会当来欣赏吼。这个机会是真难得，真感谢吼。Grace 甲郑牧师邀请咱大家会当来。我欲罢不能啦，真爱搁听啦，搁真爱听演奏总是吼，无换咱来演奏，好无？听安尼，咱家己咱嘛会当。因为上帝创造人，我不是甲阮的生活对讲，你若会讲话，你就会唱歌。有走调无走调袂要紧，反正会唱学落。唱歌是对身体、对心灵、对你的人生有真大的帮助。咱上尾即条要吟的是《Amazing Grace》吼，奇异恩典。即首诗差不多吼，全世界人拢知，毋捌唱过人嘛捌听过。我真爱是甲恁讲一个故事啦，这个吼 ，John Newton 是这个奇异恩典的作曲迄个诗人。伊细汉的时吼，因老母是英国人，因老爸是西班牙人，因老爸是行船的，因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从细汉就出来去教会，所以伊加减道理有伫听，嘛知影要安怎祈祷，总是真不幸，较7岁时，因老母就过世，所以伊读2年，有继续读2年的册，总是无守规矩啦，逃走，无要搁读辍学，所以要安怎，就缀老爸去行船。咱知影行船员吼，我毋是讲拢总人，毋过大部分拢有真歹的习惯，吃喝嫖赌拢会当，搁欺诈，搁无恶不作啦，啥物会都做。伊阵细汉就是伫安尼迄个环境中长大，所以伊也拢学着迄个上歹。搁比老爸搁较歹，亲嘴人，歹嘛会亲嘴人。Anyway， 到尾伊较大汉了，伊有去做兵，嘛是无守规矩，嘛做刀兵，互人掠转来，搁走，搁掠转来。所以咱知影伊的性，伊的迄个本性毋是真好。迄个退伍了，伊就去参加迄个伫卖迄落黑奴，你知去非洲。掠黑人去卖，甲真好趁钱，搁真迄落吼，大家拢看迄落，所以伊安尼一直穿起来，一直感觉讲伊无所不能啦，伊要爱偌济钱就伊要安怎被欺负，伊拢有办法。总是伊飞飞乱做，甲上尾伊做甲一个真大的罪，伊怎互人掠去卖，伊变奴隶，伊去卖互做奴隶的奴隶。伊去卖互奴隶的人，所以咱会当想象，迄奴隶就真该跌啦，吼！你以前你卖完，即马换我甲你了，所以伊真几年做一个毋是人过的生活。到尾即个伊感觉讲我一生就安尼，就安尼啊啦，就安无远望啊啦，家己嘛真实际嘛感觉对前途吼一点迄落。毋敢连 dream 都毋敢去想，总是因老爸听到这消息了，派人来甲救，当然爱赎金真多，甲救起来，所以伊第一遍感觉讲我互人赎回，所以真欢喜，就讲好，安尼为我即摆去，我要做好人啊，无要搁做歹，所以伊就要转来英国，无拍算伊坐迄台船伫半路船拄着风台大涌。迄只船，搁啥物沉落去啊？伊搁第2遍就互人救啊！伊伫迄当阵仔时吼，煞感觉讲，我毋是我的主人，我有啥要做好嘛做袂着，有啥我无要去做，阮老母安尼，因老母是望讲伊一日会当做牧师，会当受好的教育做牧师。伊讲连老母的望我也袂当甲实现，总是迄当阵伊才彻底悔改。知影讲，我毋是我的主人，我的一生伫撒玛利的手中，所以伊伫迄当阵正经虔诚悔改，到尾转来甲英国了50几岁才去读神医，上尾伊是真努力，正经救人，所以伊写即首《Amazing Grace》，伊拢总有写270几首的诗啊。
伊的诗拢真简单。咱若唱这 Amazing Grace 这曲调吼，拢迄总是真可贵的，就是讲真侪诗人拢是灵感。哦，我看到啥安尼，哦，啊看到风景，看到人去感动。总是伊是本身家己的经历，伊正经死，正经是无救的人，总是伊搁一遍搁一遍，上帝互伊机会。所以伊正经知影讲，即个世间也有一个天命。啊，你若规伊，你若诚实悔改，你搁较大诶做，人可能袂赦免你，总是天命会赦免你。搁毋若赦免你，搁互你诶人生变有价值。所以我真爱讲迄个故事吼，可能大家拢知影即条歌，总是故事，可能无讲大家拢知，所以我甲恁分享。啊，所以咱换咱来表演啦，吼。啊，即条诗吼当中，咱遮有应该是搁较济集，总是咱今仔日要唱4集。第1集是我要请男士唱，第2集请女士吼姊妹吼来唱。第3集要甲咱圣咏团，我甲因点啦吼，因讲因遮拢无，互恁较歹唱的，互因唱，因要唱 minor 吼。啊，第4咱煞大家来唱。不过我有一项就是讲，当第1集的是请男士爱徛起来，啊你若敢讲，我嘛是敢若男的女的无啥清楚，我就该徛起来，我。啊，第2集女士吼，第3集，啊第4集煞咱总来唱，好毋好？你拢徛掉，无咧人女你拢徛掉。OK， 所以4集的迄个起拢无共款，迄调拢无共款。所以我无甲 Eric 迄个和，过伊是真好听你说，真 follow 迄个吼。所以咱开始有要无共款先来you will play first, right? You're the best one. So. Okay.
这个时阵，咱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也来领受上帝的祝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小出台湾这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岛屿，伫浩瀚无垠的太平洋顶，伊亲像一叶的扁舟，摇摇晃晃，时而出现伫浪花拍菊中。时而淹没伫乌云雷雨中，伊微细，细甲根本看袂到，也常常互世间人来不着伊。伊善良，总是命运坎坷，常常受着歹徒的欺负。救人脱离罪恶的上帝啊，愿恳求你，保护台湾脱离有形无形一切的卑鄙，甲着丑陋。伫永远真实的上帝国内面，互伊亲像新生的婴仔，平安欢喜，脱离国内政治无强、权力的斗争，脱离国外军事无情的血腥的战争。伊脆弱总是非常的宝贵，愿伊愈来愈得到世间人来珍惜。伊天真总是充满了灵气，愿伊愈来愈得到天父上帝你疼惜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安慰、上通帮助甲扶持，常常甲阮的台湾三角地带，也甲阮所有关心台湾的乡亲三角地带，对即时直到主过来，阿门。感谢北美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林玉辉长老，予我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，针对我跟大家访，甲大家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台语诗歌音乐会。这么多对台湾来，现在住伫华府，高唱歌、高弹琴的音乐人，做伙来欢喜唱歌，祝甲无老上帝，分享上帝创造的美妙。特别这个音乐会
是用台湾话来唱歌作为主题，互我非常感动。咱拢是对台湾来到美国拍拼的台湾人，咱无袂记得用台湾话讲话交谈，做礼拜唱歌，这就是保存台湾文化上好的管道之一吼。当咱今仔日所吟的诗歌，有现代台湾本土的作曲家、作词家的原作品，也有古典甲现代英国啦、爱尔兰吼，就是爱尔兰的诗歌翻译做台湾话，佫有现代徛起伫美国的台湾人的作品，这是对中文翻做台湾话的诗歌吼。最后佫有青少年所吟的现代美国人的作品，实在是非常丰富的节目。相信各位乡亲的演唱演奏一定会感动多多参与这亲人朋友，也将咱少年台湾是咱的故乡，咱的母亲，咱的摇篮的心，来化作力量，为主发光到全世界吼。最后，感谢庄亚东牧师出对心对这个诗意十足、情沉意义的这个欢喜和乐，大家来唱歌的欢迎词，以及所有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会的音乐界的好朋友吼，恁拢是上帝差派来的音乐家，用唱歌作曲来安慰人。非常感谢恁所准备这么丰富澎湃的这个音乐演唱，感谢所有参与音乐会的好朋友，恁拢是固守台湾文化的文化人啊！愿咱的歌声传遍到全地，一切荣光归伫上帝。平安。